大众请起立。班开始向吉拉姆行3鞠躬以前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蹲倒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各位点的是各位今天请坐。因为我们护理任加班呐，所以候选人带他。搞错吗？是啦，是我的，是啦。好，各位先生好，请坐。来，各位女人师，各位讲师，好，各位优秀的伙伴，大家晚安。那今天我非常感激天师的老先生慈悲，还有呢昨天的各位人士的成全，让我或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那么其实就是魅力引导，带兵带势，所以要以德服人，是从这一个题目或许想跟大家做一些的共鸣。以前后学呢，那么在金门当开讲的时候，听到了有一个副考，他长期都在当兵。他告诉我学一个故事，就是以前在823炮战。还记得。讲师，还有这些优秀的伙伴，大家晚安。那今天我也非常的感激也是对老天爷慈悲，还有那么很多对人师的成全。那或许有这个机会，那么再度呢，那么跟大家互动，就是我们在以那么当一个干部，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跟四周的人如何能够呢，那么服务得很好。因为上一次呢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投影片呢没办法展现，所以今天呢或许会补一下上一次呢没有出来的那么一些的资料啊。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魅力，你魅力的领导。你看看呢，那么有一个小朋友，这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呢，那么跟同学在互动，他说奇怪呢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偏食的都是那小孩子。从来没有听过大人偏食，他的同学就说了，这个还不简单吗？因为呢，那我们吃的食物都是大人买的，所以呢，大人准备的呢，那么都是呢自己喜欢吃的，所以呢，怎么会有偏食？哎，他偏食，因为他买的都不是我们喜欢吃的嘛。哎，就好像呢，妈妈呢到了10点多的时候，小华小英过来。今天呢，那么是你祖父那么在这里忌日拜拜，你中午要吃什么？你说，妈妈去买。今天你是在做阿祖的忌，你听但是要拜什么？要是问儿子，你今天要吃什么？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懂。你今天你是在拜啥？真的你在做什么事？所以呢，另外呢有一个场合。你发觉到了，有人就是像后学一样的穿着西装、穿着长袖，有人就是穿短袖。所以那个老师呢就会奇怪，今天也不能吗？那个小英呢，你今天为什么穿到毛线呢？你不会去抹掉，你不会去抹掉吗？今天不怎么冷。结果那个小英就说：“报告老师，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吗？叫做妈妈觉得你很冷。”妈妈就是觉得今天你应该感觉很冷，所以强迫我穿长袖的。你看我的光都一直不呢。我们有时候很奇怪呢，我们在做任何事，
总是没有办法去感觉别人的感觉。你在做任何事，你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那我跟你讲，你这个领导就有问题。我们是仆人的领导，我们是来服务的。你来这个干部，你包括现在学校的校长都是仆人的领导，你当总统也是仆人的领导。你腰就是要软的。可是呢，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这句话只有在竞选的时候才会用。结果当选了以后，全都 forgot， 意思就是花你的脑袋了。是啊，反正呢，我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我想，应该要如何做才对的？我们领导者不可以这样子。因此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服务众生，让众生因为我们而得救，我们因为众生而成就。这一句话呢，各位浅显，你就是一定要记住。菩萨、仙佛没有在人间没有在天堂而成就，都是在人间。你要当天上的龙象，天上的龙象就是菩萨，就是佛。你一定要先当众生的马跟牛，你要当众生跟天堂之间的桥梁，一定要先从这样子的意识开始。我们有机会呢，那么可以服务，任劳任怨。上次呢，已经跟各位浅显互动过，我们复习一次《西游记》回来，唐三藏呢回答唐太宗，考大家一下，有没有忘记？唐太宗问玄奘大师：“国师，你这一次能够呢圆满你的任务，成功之道在哪里？在哪里？”或许上一次有讲，忘了。下一个礼拜呢，同样的后学再问你们。下一个礼拜后学来正和讲什么啊？你有讲啊？没有 digest， 没有消化。成功之道报告皇帝陛下，坚定的信念。我宁可往西而死，也不愿东回一步以求生。这就是领导者，因为只有他知道往西方取经是为了什么？坏。再问大家一下，你今天为谁而来？你有错。上一次后学在上集就说过，你哪是为自己而来？我们是为谁而来？你看一下。我们开会，我们检讨，是为谁而检讨？众生。你稍微改变一下，些许的改变就不一样的成果。可是我们就是改变不了。所以你要改变你的家人，你要改变你的晚辈，你要改变你的长辈，很难改变。那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性，你觉得习性容易改吗？不容易。无始劫以来，你就是在人间一直轮回，六道一直在轮回，那个随身的里面很多病毒啊。你觉得要把这些病毒去把它剔除简单吗？要特殊的黄土软体呀。你也没有特殊的黄土软体，而且要时常 scan 的 delete。你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什么？那个骇客多优秀，哇！你刚刚呢把它记录掉，他马上要晋级，他要进阶的读木马程式、什么程式？所以你不知道黄土软体都在更新吗？但是永远赶不上。他都可以去把你破掉，然后又上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所以我们习性，连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你发觉到的都是用魔在考验他啊。也就是因为呢，有这些力护能量，更可以成就释迦牟尼佛那一种坚定，那一种正念。就好像黑暗，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光明；阿格里丑，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美。那这是一种相对的。
我们今天呢，一定要从心态这一些开始，坚定的信念。结果他问孙悟空：“你这一次成功之道在哪里？”说。是不是上一次或许真的没讲啊？还是有讲啊？你有听吗？阿公啊，孙悟空说：“我是什么？能力跟人脉。4个字。我成功之道在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还有广结善缘的人脉，帮助我成就。”你看一关又一关，81个结束呢，要陪着那一个看起来好像很软弱的师傅嘞，本来要把他背着就到西方呢，可是呢，你看吧，这个师公袂使个背，你听，要一步一步多辛苦啊！所以呢，你看看呢，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各位浅显。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是逃避，还是想要解决它，还是找方法？这个会，你领导者哎，你不可以什么都推给点传师哎，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他碰到了火焰山，他找谁？铁扇公主嘛。但是一定要先打败谁？你们真的都有修过这一门课吗？所以你看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广结善缘的人脉。反正呢，我现在呢碰到了问题，我知道了是 call 谁，所以知道他有热线吗？孙悟空有热线吗？打电话给谁？优秀，马上 call 南海鼓哦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一支热线，知道没有？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呢，直接 call 大队长，知道吗？后来仙佛点佛灯，大把香直接 call 济公老师，这样更快，知道吗？所以后学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掉的，就直接点大把香，直接热线请求济公老师直接指示，不然一点书面也没办法成就。所以你要了解到很多的事。你自己一定要有方法，你要提升，不要怕呀，因为你是领导者啊。再来，猪八戒是怎么成功的？他说惭愧，惭愧。猪八戒怎么成功？哎，真的后学好像上一次没讲到这一段了，因为我现在一问都3不知。不是，猪八戒，你时常欲望习性一大堆，你看看你是怎么成就的？你动不动就甩靶子，动不动就回高家庄，你最后是怎么成就？他说对不起，我真的惭愧，我真的时常的习性，时常欲望，哎呦好多呀！可是4个字。跟对团队，因为我很想的使坏，我真的很想使坏了，因为我习性难改。但是这个时候大师兄啪的攻回来，因为我只要一个念气，不怕练气，只怕什么？绝气。所以他一念气，啪的攻回来，你个给他做怪。你看推，然后唐三藏就开始哦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看你从小开始最怕的就是妈妈念经，妈妈你给我念经了。哎，他真的最怕的就是唐三藏念经。好，我不使坏，我乖一点，继续。你看看呢？最后一个小师弟是谁？沙悟净。你看看，你只是会水里面兴风作浪，只是一个妖怪而已呀嘛！你刚开始，你最后又是怎么成功的？不好意思报告陛下，是因为听话照办，任劳任怨。各位优秀的伙伴们，
你会听话照办吗？还是你会跟你的直属的资深的点传师讲师就在那一个地方 fight？ 后学以为点传师你读较有问题，后学觉得依照什么样子的理念，依照什么样子的理论，还是你会上师母说的上，后学那么就直接，那么徒儿就像白水圣地说的，后学就听您老的命，那么直接到台湾。不是啊，有一些人不是啊，我在内陆啊，山西那个地方啊，已经呢坛主都准备好啦，佛堂啊都准备安坐啦，佛桌都买了啊，您老啊，或许是不是先去那边设坛，再去台湾啊？你一定很多理由，但是他就是听话，他就是照办。你看看那大师兄说的，扛，能。Yes, sir， 感恩，他就服从。猪八戒说的小师弟，扛坐，Sir, Yes, sir， 没有第二句话。也不像有一些人说，为什么都是我，都欺负我？那个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你来弄我，来剪刀石头布。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，也许就在那边订婚嘛。所以上一次我就讲，你要快乐，就是要不比较、不计较、不乱叫，睡好觉啊！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修行者都睡不着觉吗？因为连白天的这，到了晚上躺下去的时候，都还在抄年检。那已经过了1个月了，以后你还在抄年检，然后呢，都是觉得这个点传师不知道搞什么玩意儿，分比论词，那么有对待，为什么对我总是特别不好？其实他是在争一起走不忍，知道没有？他是看到你要重用你，所以特别对你不好，这样知道没？你要感恩，你要感恩啊！你是修了好几世的福啊，你才会被的上天要重用，借用这个点传师，你要来成就你啊！你看看前人就有说过他老的故事了嘛。旁边的一些资深的点传师就说了，前人老根本你没做这一些，那么老前人为什么收你收那么久，你还做一会？根本不是你的过错嘛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接，你还要谢恩呢？他消我的业嘛，他了我的业嘛。你看看人家的是多么有智慧。这才叫做八正道，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。你要当一个领导者，你根本没有正知、正见，没有正思维，底下的人全部都被你带到歪了。你上梁不正，你下梁歪你还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。所以有人要收你的错误，你要感恩；要说你怎么样你不好，你要感恩，你要闻善言。则什么？则拜，闻过则喜，你要这样子才是正确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的过错，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是有过错的嘛，不然你老早就改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再说一次这个理论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改？因为你不觉得它是什么过错，有人要来纠正你了。有人提出来的一个检核表，那我们有一些的醒思啊，你要好呀，这样子你才不会步着有一些爸爸妈妈后学一开始所讲的嘛，总是觉得我们大人小孩子就是要听我的嘛，我买的东西你就是要吃嘛，我怎么样觉得你就是要 follow， 所以才有小孩子的偏食，大人怎么会有偏食？这一些你们一定要去体会后学的讲的那个笑话、那个故事，你不要步的他的后尘，你绝对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去感觉对方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今天一开始我们来播放一些给大家看，